兄弟平安。平安。今仔日是新的年第一个礼拜日，是2025年，咱跟2025年说拜拜再见。检测伫即当久，咱有经历着侪，检测是欢喜的，嘛有受忧伤，嘛有艰难，嘛有超越着咱很难想象的蒙福祝福吼。检测嘛有失落的时阵，但是食的拢真侪咱的营养成分，咧帮助咱成长，提醒咱，互咱来警醒。用感恩、感谢来学乐，咱迎接2026年的新的开始，有新的愿望，有新的计划。无论你是大、年长的、中年，还是囡仔，拢有因无相共款的计划。咱恳求圣神引带咱，保守咱未来，会咱行伫合上帝旨意，咱的脚步是稳当的。咱做来吟这首，学了这首，感谢主耶稣。咱用台语来吟，感谢主耶稣。感谢主耶稣，感谢主耶稣，我心感谢你。咱做来吟，感谢主耶稣。感谢主耶稣，感谢主耶稣，主啊，我满心感谢你。感谢主耶稣。感谢主耶稣，感谢主耶稣，哈利路亚！感谢主耶稣，我爱主耶稣，我爱主耶稣，我爱主耶稣，主啊！哈利路
呼声归予天父上帝，请坐。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但是规礼拜用心来感谢，用心来学乐。咱主目就是十字架的顶，十字架顶的血是为咱牺牲来流的。十字架顶的是疼的记号，十字架嘛是平安的象征。因为十字架，咱的罪会当得到赦免；因为十字架，咱会当成做上帝的囝儿；因为十字架，咱伫上帝面前，因为主的关系，上帝接纳咱。信耶稣真正好，会当认办主，嘛是咱上大一生上大福气。咱做来吟这首，会当认捌是上大福气。认捌你是一生最大福气，虽有阻碍，信心永不离。真正大福气，予我三甲伊，无啥事会对当认捌你。咱过头搁一摆来。认捌你是一生最大福气，虽有阻碍，相信永无离。真正大福气，予阮三甲伊，无啥事会过当认捌你。求
咱主目看耶稣，咱的心单单的仰望伊，咱的心单单仰望伊，就是咱的主耶稣。咱圣心感动咱，圣心感动咱，咱愿意互主来找因。天父上帝，我感谢你，阮会当认捌你是真正好，我感谢你。你摕掉阮的烦恼，互阮的面带有笑容，我感谢你，主，我感谢你。阮伫主你面前，阮来誓约，诚做上帝的囝儿，是阮一世人的性命有得人保障。阮的性命是丰盛的，阮的性命是日日来更新的。检采阮到年中、年老的时阵，我嘛时常爱来孝顺上帝，你予的恩典。你予的性命是有气力的，阮会当来徛起，安然徛伫上帝你的圣殿，安然徛起伫阮家己的厝。阮感谢你，伫患难中、伫困境中，你引带阮，即种的喜乐是赢过物质的享受。因为只有耶和华上帝，你会当翻转阮的困境，翻转阮的性命。阮的心，因为你的救恩，有满足的喜乐甲愿望，恳求圣神引带阮，感动阮，定心起坐，阮伫你的面前讲：主啊，你找我，我甘心乐意，要来互你使用，互你找用，尽阮本分来建立主你的身躯。主你的教会，这是咱继续祈祷，咱为着咱国内前站的白节所发生的事件，咱求圣神来安慰家属，因的心灵会当得到透放。咱嘛为着最近的地震，甚至国外国内，咱有经历到地震这种的惊吓，阮将这个事交求天父上帝，你亲自来掌管。我嘛为着阮教会事工的异象，主你来定心起着阮的心，来看见上帝，阮爱所做的事工是啥物。阮会当伫即个事工顶面，阮会当甲阮的积分来放伫什物种的大乐，阮会当来释放，让阮的心会当顺从你，委身伫即个积分的顶面。我嘛为着阮的教会身体软弱。身体欠安，心神软正，灵心倒退，天父上帝，你圣神感动因，搁一摆起做因的心是火热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得到安宁，得到平复，得到透放。阮献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哈利路亚！阮的主，阮的上帝，伫新的一年的起头，阮同心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感恩。感谢你伫过去的年日对阮的看顾，感谢你保守你的教会，也就是大桥教会，无论经历什么款的境遇，是顺境也是挑战，我拢看见你的同在，恩典教育阮用，互你的名伫这中间来高举。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拣选大桥教会，成做你恩典的器皿，互阮伫遮敬拜。伫三关怀甲三福赛时，拢经历着你真实的同在甲带领。阮确信，这拢是出自你的疼甲怜悯。伫新的年日，阮也要将大桥教会全然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做大桥教会的头，引带牧者、中级，甲所有的同工，互阮伫意象中来合一，伫服侍的当中来同心。阮也要将今年度所有的事工全然交托伫你的面前，求你教导阮伫服侍的大生，爱心洁净家己，伫破碎的当中得到更新，献身来服侍主。主啊，伫三关怀的时刻，阮也要将阮所挂入伫病痛中的兄弟，带来到你的面前，
求你用你大能的手，使到医治，互因的病痛，因着信心来得到医治，心灵得到平静。伫风雨中有依靠，伫困难的当中有盼望。愿主的话会当成做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因带兄弟每一日拢行伫主你的旨意当中，恩典满满，甲因同在。伫这时，愿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主名求，阿门。这时，咱三甲来启应，启应文59篇，罗马书第10章。我来启，大家来应。你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因为人信心就得到称义。圣经有安尼记载。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叫伊的人。毋过因拢无信伊，哪会求叫伊？拢无人传，哪会听到？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迹遐尼咱的水。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啊？毋过我要问，因检真正拢无捌听到？按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但这时，咱来吟诗圣诗第4首：天下万国众人着听，天下万国众人着听，大家尽情归主免惊。地上万类同心合誓，上帝独一应该敬拜。请咱起立用全首。主为主，来我为
请坐。这时，咱也要来邀请圣歌队，因今仔日所要献唱的诗歌是全地属地主。这时我来报告，请咱先开周报。消息报告第一点，为着要帮助单性度灵性性命来受装备，生命会当搁较模糊，来了解信仰的真理，
欢迎兄弟踊跃参与咱的门徒训练造就班，时间是每一礼拜二阴暗7点半到8点半，甲每一礼拜六下早10点半到11点半。第二，2026年第一季的服侍表已经安排完成，请服侍同工伫1楼的招待桌，家己来领取。如果若有服侍的时间有无法度配合的，也请咱家己来。自己来协调调换。第三点，2026年2月8号新春前的前一周要来召开咱2025年定期会员好会，也邀请咱各小组、牧区团队会当预备相关的资料，年度的报告、会计报告，甲预算甲咱的迄个。明年度的活动计划今仔日要交牧师，有可能较无法度啊应该是后礼拜六交啊第4点，1月8号即礼拜四下晡4点，有学员团到日本会要举办南台校园学生的短宣报道会，邀请兄弟为即个活动。会当连接教会甲南台大专事工的福音的行动，请咱关心大岛。另外，迄日欢迎兄弟同工会当出席来关怀，用热情的欢迎来招待南台慕道友遮学生来建立关系。奉献的部分，请咱家己来注意来看，如果有问题，请咱会计部来更正。咱1月份的受请有1月4号，吴秋雪玲就是咱的牧师嘛，甲林宗兰。1月5号是毛慧珍姐妹，1月8号是淑芳长老甲嘉荣姐妹，1月22号是毛长老，1月26号是怡静姐妹，1月28是牧师公吴万根，然后1月30是许丽轩姐妹。咱请牧师为遮的受请来祝祷。接着，咱要来看今仔日的金句。今仔日的金句记载是罗马书9章18节，咱先用台语来同齐来共读。伊随伊人民来，也随伊互人的心。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刚硬。罗马书9章8节。煞者，我要来分享咱今仔日所要读的经文，记载伫旧约圣经申命记2章30节到31节。但即时我用台语汉语本来共读。申命记第2章30节，总是。彼是本王西方毋肯互咱对伊遐经过，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互伊的性情固执心硬，为着要将伊交付伫你的手，亲像今仔日一样。31节，耶和华甲我讲，看，对即条起，我要将西方甲伊的地交付伫你的面前，你得着伊的地做业。以上。愿上帝祝福听叹伊话语的人。这是咱要来邀请咱的小朋友吴泽恩用华语来共读一解。大家平安，我要共读圣经的话语，《生命记》第2章30到31节。但西时本王西宏不容我们从他那里经过，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是他的心中刚硬，性情顽梗，我也要将他交在你手中，像今日一样。耶和华对我说，从此起手，我要将西宏和他的地交给你，你要得他的地为业。谢谢神。
咱要邀请吴伟月牧师来证道。今仔所要证道的题目是信心的魔药。咱嘛要请牧师来为小朋友来祝福祈祷。谢谢。来，咱请所有小朋友，咱为着这细囝。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哦，好，一起祷告，将眼睛闭上，预备你们的心，好，我们的祷告，神就喜悦悦纳。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你成的主日，2026年的头一个主日，阮三甲主日伫这个所在，用祈祷、用敬拜、用欢喜的心，三甲主日是出对主你的听，互阮三甲主日做一伙。感谢上帝，阮伫2025年。你引带阮平安经过，也互阮伫平安的稳定中，享受着主你满满的疼痛。我们搁一摆将阮新的年交伫上帝你的圣手，无论我们为着遮的受请，每一个伫你面前，伫年会哪几天的常时，阮会晓数算上帝你的恩典。阮嘛会晓常常为着阮遮的细囝，为着未来教会遮的幼儿的工作、青少年的工作，以及大专的工课。以及每一个传扬福音的工课，阮拢放伫祈祷中，求上帝你圣神来引带阮的脚步，互阮三甲领受对主你遐来新的使命，也互阮有负担，做伙伫上帝你的圣工来得主你的欢喜。嘛愿上帝你祝福，伫阮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无论每一个人三甲伫主你的话语中，互听甲讲的，拢白白得着利益。同心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好，谢谢你们。你们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伫咱伫2026年的第一个主日，咱会当搁一摆伫礼拜当中三甲来见面。你边仔兄弟姊妹甲伊讲，真欢喜看到你，新年快乐！真欢喜看到你，新年快乐！我想要问咱一个问题。你对2026年，你的想象是要安全来过日呢，还是要精彩来经过？好，咱会当放伫心肝底来思考看卖。我相信大家拢希望安全啦，平安啦。但总是我感觉有当时毋是咱所会当料想生活、世界以及环境的变化。但总是有一项代志，咱会当相信的。就是咱伫上帝、伫耶稣基督的听的内底，咱会当过了会精彩的，会袂是会精彩的。所以兄弟姊妹，我相信每一摆每一个兄弟姊妹伫每一当的1月初1的时阵，咱拢有一个满怀斗志会感觉讲，我过去一当的中间有做无够野，我伫新的年我要安怎重新来面对挑战。我相信有真侪人会有一个更新的工课，会想讲我要安怎样来减肥，有无？有个人会想讲我要来换一个头路，我嘛想要安怎主动来跟人的关系，重新来做一个无相款的建立。但是咧，结果咧，大部分的人拢会安怎会纠倒来，对家己讲算了吧。现在虽然不满意，但至少还安全。所以安尼就好啊。兄弟姊妹，美国有一个神学家威廉谢德，伊捌讲过一句话，伊讲船停伫即个港口是上安全的，但是迄毋是船被创造的目的啊！你会当阿妹妹，会当相信吧？教会那亲像一个福音的大船，即个教会的福音的大船，每一个人载的每一个信徒。咱的教会毋是简单，要互咱每一个人坐伫即个福音的大船，享受着主的恩典，安全过日那点。更较要紧是，上帝互咱即条福音的大船，咱来安怎？咱来甲伊开出去。所以兄弟姊妹，2026年，上帝毋是干那要互咱伫港口、伫船仔顶，咧做一个观察员。上帝互咱领受一个新的意象，就是咱大桥教会这条福音的大船，咱引带每一个信徒兄弟姊妹，咱拢爱保持着一个，我们要一起经历信心的冒险。咱知影信心最重要，对吧？
我总希望有信心的。但是信心要安怎考验一个人的信心呢？是伫一个人伫冒险的中间，伊伫要看见环境的改变，还是时间的改变，还是人的改变的中间，拢需要去冒险。冒什么险？我要甲咱讲，咱冒险毋是因为咱有勇气去冒险，嘛毋是因为你勇壮才来冒险，嘛毋是因为你少年你会当冒险，毋是安尼。要紧的是，即代福音的大船，咱会知影咱的船长是啥物人？是啥物人？是吴牧师吗？毋是吧？是啥物人？是主耶稣，是咱的上帝。所以，甲你边仔兄弟讲，主要成做你行远平安的迄个船长，来甲伊讲，主要成做你生命的船长。伫我的生命中间，我拢一直感觉体会真深。咱今日所看的圣经节，这段圣经节是以色列人因要进入一个应允的所在，因必须爱学习伫一个功课的一段圣经节。这段圣经节《申命记》第2章30节到31节讲起，迄当时的以色列人因拄啊面对一个真大的挑战。这个挑战是因为因必须爱经过这个西实王西宏的领土啦，所以因要经过中间呢，因拄啊位置伫约旦河的东边，大约伫西海甲这个基尼列湖，也就是加利利海的中间，是亚摩利人阿摩利人的国度啦。所以呢，这条道路是行应允的地的一条足近的路，一条捷径。所以以色列人因要经过西宏王，因毋但会拒绝，会排斥这以色列人，因甚至佮摆出这啥，你要经过，我就跟你小战，爱经过我这关。但是兄弟姊妹，咱会当讲以色列人因要行这个迦南地，因这头前的路路叫人炸起来。兄弟姊妹，伫人的眼光，这是一条灾难；但是对上帝的眼光来看，这是一条上帝所安排的一条新的路。咱看今日圣经节，耶和华甲我讲看对这点起，我要将西宏甲伊的地交付伫你面前，你得到伊的地作业。牧师伫咱大桥教会咱当初起初来到这个所在，咱讲咱要做啥？社区，咱要做校园事工。所以我一直伫祈祷中咧想讲主啊，当我无人的时阵，我要安怎来做？所以我伫祈祷中咧甲主讲，主啊，请你用你的教义的气力、恩典来丰富阮每一个信徒的心啊！嘛会当引带更较侪人会当三甲来参与这个圣工。所以咱看见伫接下来这礼拜4，有这个校园团契的团队，这个团队是过去我伫新航院咧实习，这个古拿教会迄当时的一个主日学的一个囡仔，伊5年伫遐咧实习，伊即摆已经是这个校园团契内面的团队啊。伊伫这个过程的中间，拄好咱台南大专中心，因咧讲要安怎帮助咱地方教会甲校园会当做连结。所以后来因就去甲学校的这个校园团契讲大桥教会因真愿意来开放因的教会，会当互大专生来进入。所以后来这个普传道这个韩国人普传道，伊跟我联络，伊即摆咧做的就是因1月初5明仔载也是后日，因的大学生，韩国的大学生，因就来到台湾，然后因就马上进入去校园。韩国人对咱台湾的大学生团队容不容易？应该是足不容易的，足无容易的，比咱台湾人更较无简单啊！但是伫我的心中，我发觉这是一个真大的激励啦。兄弟姊妹，伫咱所看的圣经节内底，咱会当了解，有真侪时阵有真精彩上帝咧甲咱讲，你搁讲看对这点起，我要将西宏甲伊的地交付伫你的面前。所以兄弟姊妹，咱可能咧想讲，咱无经验过带这个青少年的经验。咱过去有开2、3档的时间
来参与关怀伫这中辍生内底。但是豆豆上帝嘛咧引带伊的萝卜甲同工，豆豆啊去调整骹步，互咱会当更较清楚，上帝伫适当的位置会将新的人放伫咱中间。所以邀请咱伫礼拜四这个团队普传道，伊要带10个大学生啦，韩国的大学生，伊要引带这个学校，这明仔载后日因就开始去传道，布道对这个大学生甲因传福音。然后希望因有机会伫礼拜四会当来到伫咱大桥教会。毋若是即礼拜，后礼拜日因的即个团队会伫咱中间来献诗啊。所以牧师邀请咱备办心，会当来欢迎这个出外人。这个出外人因是抱着听主的心，会当将这个人带到伫咱的教会。我相信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咱会当甲这个学生做一个福音关系的连结。所以兄弟姊妹，伫希伯来书、希伯来文讲，上帝讲：我已经将西方交互你，代表的是一个战争还未拍。上帝伫上帝的时空内面诶，即个空间内面西方王就安怎？就已经输还是赢？伫地面上看起来西方王是赢的，但是伫天灵，上帝讲安怎？我要将西方王安怎？甲伊的地安怎？交伫以色列人恁的心中，所以兄弟姊妹，恁敢有相信？伫咱身躯边要做空位哦。我会记得咱教会伫有一摆咱的这个婴儿互助社，头一摆来使用的时阵，迄摆我印象足深，是坐甲120-130个人啊，120-130个人，迄时是坐甲我要袂喘气啊。但是感谢主，咱旧年咱嘛将这个边这个空间嘛已经完成。咱豆豆，咱伫今年的1月敢若是1月31号，敢若是2月还是1月1月18号，咱婴爱合作社搁要来借用咱即个空间。所以兄弟姊妹，咱拢爱备办变。咱的教会要安怎诚做上帝为咱备办，有做福音承接福音的人，会当真实来带来祝福，来祝福人。嘛，互咱的教会每一个人拢会当领受到宝贵的福音。所以兄弟姊妹，伫这个信心上迷人的地方，就是上帝说成了。但是西方王伊要徛伫迄个世间人的位置，伫遐咧叫嚣。信心的冒险在伫兄弟姊妹有当时咱要奉献的时，一定会想到啥？我无钱啊！我裤袋啊无钱，我是要安怎奉献？我身躯无健康，我是要安怎奉献？伫我厝里的人还未信主，但是上帝讲已经要互你啊！所以我体会真深，咱有真侪咱的兄弟姊妹，因将因的家人将因厝里的人带到伫咱的中间。我看见迄种的热情，是期待这个福音真实会当带动伊的家庭的每一个人。所以咱看见伫一个家庭的中间，咱信主，厝里的人无信主。咱敢通伫遐惊吓讲迄靠信心的工过就好啦，敢袂使安尼讲？袂使。咱爱相信上帝，互咱领受这个福音。咱要安怎徛伫信仰的内底？圣经的话甲咱讲，上帝给了土地，这就是恩典啦。上帝伊无要帮你行路啦，但是上帝爱咱去安怎去实践。所以兄弟姊妹，以色列人伊如果伊若敢若徛伫这个边界西方王的边伫遐咧讲，感谢主，上帝甲我讲地是阮的啊，但是咱都无信心行入去的，咱家己咧看，我牧师啊，你去讲你讲咧怎样讲的？你去啊，我伫边看，看你安怎碰壁。兄弟姊妹，咱若徛伫旁观者的角度咧看，你会发觉有真侪同工兄弟姊妹。因伫遐咧头前咧卖力，你伫边仔咧享受啊！所以兄弟姊妹，新的年咱要安怎得地为业？虽然会忝，虽然会有冲突，但是当你跨出去迄步的时阵，付出代价。读经爱读经没？我们要开始学习读经祷告。我们要开始怎么样？要奉献。我们要开始去主餐，大家人联合关系。当你开始动作去行的时阵，
上帝应允也就真正变成做你生命的产业。所以兄弟姊妹，这就是31节在甲咱讲的一个真要紧信心。上帝已经将这个咱知影，咱人生咱像咧行一条这个赛跑共款，这个奖杯已经写你的名了，写这个郭明群，写你的名，你讲这上帝要给我的哦，但是你就偏偏你就无要去伫迄个啥，迄个赛跑的顶面去甲行一个呐，去甲走一个呐，去甲 touch 一个啊，去甲了解一个，兄弟姊妹。迄个奖杯已经写你的名，上帝已经要将这个恩典赏赐予咱。所以兄弟姊妹，2026年台南中会这个黄金10年，我看见台南中会有真侪间教会，因开始设定目标，信徒当天开始设定目标，因要来操练8项的属灵的生命的敬虔啊。生命的敬虔有倒几项，牧师嘛要带咱做伙来看。我相信咱厝里咱身躯边拢有圣经，对无？但是我唔知影你的圣经是放在恁的册架啊顶面做装饰品的。我是一个信徒，但是我逐摆拢无法度摕出来去甲显的。逐摆电视拢真好看，这个遥控器做好摕起来就转啊，对无？但是咱的圣经敢是会当安那甲摕出来做伙来读？咱伫咱的周报，牧师嘛有邀请咱包含牧师讲道，拢含这个背景。拢会有关系，所以牧师邀请咱伫新的年，咱开始来动作。牧师要邀请咱做几项信心冒险的8项的策略。这8项的策略，你会当好好来设定，你嘛会当斟酌你家己。你若感觉你还无法度，你就3万只无要紧，但是你会当好好来思考。第一项，咱第一项的信心的冒险就是每日读经、灵修甲祈祷。马太福音书第4章第40讲，圣经的册内面安尼讲，人活的毋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什么？上帝嘴里所出的一切话啦。所以兄弟姊妹，咱人若要活的，咱毋是干那要为着生活，较要紧是啥？你的生命内底有上帝话语无？伫你的生命，你要超出你要安怎行你人生的道路的时阵。你有要常常读经祈祷，来了解上帝、明白上帝的心意无？所以兄弟姊妹，耶稣伊伫旷野受试探的时阵，用这句话来拍倒这个魔鬼撒旦。伊特别强调哦，伊讲人的生命的难处，如果你若敢若停留伫我的物质生活的需要，我的食物的需要，你就无法度通去经历着生命的新热基础啦。所以兄弟姊妹，2026年咱的挑战，2冬读一遍圣经会使袂？若佫无法度，我嘛看有的教会伊是讲牧师有没有3年读一次的啦？即马咱的手机佫真方便，佫有迄个直接阅读的，阅读的真好啊！你会知起来的时阵，你一边做运动，一边听上帝的话，嘛真好啊！有足侪种方式，无一定着爱安怎，固定你着爱安怎做无。但是至少你得爱去听，爱去认捌上帝的话。兄弟姊妹，你敢相信？你逐天开15分钟去读上帝的话，比你15分钟伫遐咧滑手机、滑短影音会更加要紧的，应该有吧？所以兄弟姊妹，牧师邀请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学习来到上帝的圣殿，我们把手机、把外面的世俗一切的消息。不是把它忘记，不是把它不要理，而是我们学习单单的来到神的面前。每一天，我们学习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第2项第2个信心的冒险，就是每一个礼拜我们家庭亲子礼拜。我即马牧师嘛开始豆豆学习，有真侪时阵真正太无用，无用甲拢唔知影袂记得，爱好好带囝儿，带我太太。全家做伙伫食饭的时阵，也是暗时要休困的时阵，大家全家做伙聚集落来，做伙祈祷，嘛做伙看一段圣经节。我相信这个方法拢是一个真好的方法。马太福音书18章20节讲，因为无论在哪里，
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有当时咱会感觉讲，当咱跟厝里的人关系无好，咱会想讲啊，无救啊，啊无就是讲啊，伊个需要时间。咱改放伫迄个抽象的时间空间里面，时间空间内面，咱无去想到讲，当咱拄着即个问题，要安怎将因带到伫上帝面头前？圣经讲，既然有2、3个人奉我的名组织做伙，遐伫迄中间，我就伫因的中间。耶稣伊应允聚会的溃烂，无在伫人数，嘛无在伫华丽的什么音响，拢毋是，是在伫咱奉伊的名，只要2、3个人，上帝就亲自临到伫因中间。所以咱伫厝内咱嘛会当，就算咱会当跟咱的朋友做伙的时阵，咱就奉主的名，主啊，阮三甲组织做一会，我要将我厝里的人，将我的孩子交在神你的手中。他还不认识神，他还没有真正去经历神的同在，但是我希望他的生命能够因此我们一起同心的祷告，我要奉你的名，愿你与他们同在，保守他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兄弟姊妹，我相信你所做的这些动作，甲带领的祈祷，你的边啊身躯边的亲人，伊拢会体会到。第三，咱爱冒险的就是每一个月，专修主日啊，有容易无？不容易哦，什么意思？意思是讲，作者咱看这个希伯来书第10章25节讲，你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习惯的人，倒要彼此劝勉。也就是讲，伫咱的身躯边有真侪兄弟姊妹，因会花算讲我踮厝看直播就好。真正有困难，牧师毋是讲你一定要马上就做什么决定，毋是。牧师要讲的是，咱本身咱开始学习圣经内面这句话咧讲，作者伊咧提醒信徒，停止聚会是一种习惯的行为啊。好，你若一个月内面你若甲2摆无来大桥教会，你就安怎？你的习惯你会想讲我拢固定几月去的，几摆去教会。学生囡仔嘛安尼啊，伊若一摆放假伊拢会感觉隔工拢无啥想要去学校，对无？迄习惯停止聚会，代表的是啥？是人会豆远离了那个生命的来源——上帝。所以，甲你边仔兄弟讲，你得爱常常甲主3千斤。你得爱常常甲主3千斤。亲近上帝，每一礼拜，你一礼拜中间有6天咧做你的代志。咱有一天安怎？咱将上宝贵的时间，像今仔日天气有冷无？楼骹咱有甲咱准备这个啥人参枸杞红枣，听讲这是顾目睭，嘛请咱等下要走的时阵，甲啉好完，你若啉无完，无需要硬啉的，所以大家人拢地杯来甲填好满。兄弟姊妹，咱其实互相劝勉，咱的同工嘛期待，咱会当三甲组织来到大桥教会，真正是充满温暖的所在。所以求上帝帮助咱。我相信这个主权的冒险啦，每一个礼拜咱修这个主日，代表的是咱将主权完完全全交托给咱的主上帝。这个主权咱是冒险的，因过去你无习惯嘛。我即嘛咧想讲，要安怎帮助这些青少年朋友，互因会当知影修这个主日对因来讲是何等的要紧。所以兄弟姊妹，这个主权的冒险，伫咱现今的环境，其实咱拢有真侪引诱啦。礼拜日这个时间，就当困较晚。若困较晚的时阵，中昼咱就当招朋友来去倒位，来去行来佚佗，对无？这是一个足大引诱呢。恁拢想会到的，牧师拢想会到安尼。所以其实对我来讲，我嘛在思考，我要安怎样会当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享受伫上帝话语中，来体会着生命的祝福甲祝福。所以兄弟姊妹，专修主日
是冒险，把这个上精华的时间奉献给上帝。相信上帝伫接续咱6日来，上帝要安怎？伊要甲咱补助哦，伊要甲咱祝福哦，伊要甲咱引带。所以兄弟姊妹，这是第3项。咱做伙每一礼拜，咱来专修主日。好，第4项，咱每月一摆家庭聚餐啦。好我相信咱即摆若愈来愈年老年长，咱的亲人拢有当时无相款所在咧工作。好所以全家会当做伙，有容易无？无容易啦。好，所以我嘛真欢喜，看到咱即个钟雄兄，钟雄兄含咱的酒席因是厝边隔壁。阮伫即礼拜是甲东江嘛要做伙来因兜探访。我头拄嘛知原来因是厝边隔壁，因住伫临安路遐啦，临安路遐嘛所以伫北区啊，骑15分钟来到咱大桥教会才聚会哦。所以兄弟姊妹，每月家庭的聚餐，朋友甲朋友的中间，圣经内面《使徒行传》第2章46节就讲起，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兄弟姊妹，初代教会生命力，唔简单在伫圣殿内面。初代教会的生命力是在伫厝内家庭的关系。所以我看见咱大桥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中间的关系，拢足重要。牧师期待咱有即个三角连结的关系，唔简单是我甲你的关系。我嘛会当三角分享伫我身躯边的每一个同仔进入咱大桥教会兄弟姊妹，所以真欢喜咱伫这半冬以来像佑婷还有卢慧杰还有钟雄兄，还有玉丽兄咱看见这兄弟姊妹因安怎伫咱的教会三角来认捌这个福音信仰。牧师嘛要邀请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做伙来关心这同仔进入伫咱大桥教会兄弟姊妹。所以兄弟姊妹，初代教会因是伫做伙伫食饭的中间在冒险，冒什么险？关系建立了，关系建立容不容易？不容易嘞。这个我们的这个新来的弟兄佑廷他说牧师，我这个领带我就说我们有一位弟兄，他很愿意奉献给你但是我就告诉他，你要有礼貌的怎么样去找他。他就说不要啦，我很害羞，我不敢呢。这怎么说啊？牧师是头教一礼拜中间说讲话，迄摆我甲伊讲足久，伊就讲伊唔知要怎讲，但是他愿意学习，愿意学习的心。所以兄弟姊妹，咱伫厝内的关系，真正是互相伫彼此分享的中间，就是建立这种三听欢喜诚实的关系。所以兄弟姊妹，这是第4项咱会当通过伫摸到这个比看这敢若真脆弱会互这个人安尼细细念讲这有啥物代志？这足简单的这也无啥物代志。甲你边的人讲，愈困难的，就是愈简单的；愈简单的，就是愈困难的。愈困难的代志，就是愈简单。用简单的方式来去看待，愈简单的代志，其实就是啥啦？是愈困难的。有当时咱会感觉讲这也无啥啦。我讲无你去啊，无，咱会唔敢。所以兄弟姊妹，今日咱咧讲信心的冒险，其实咱拢知影要安怎做，才是有信心的行动力。但是我们不敢冒险啊，我们不敢去做啊。所以兄弟姊妹，咱来学习会记得家庭的关系所以第5项，牧师要邀请咱做个信心的冒险，每月尊荣父母父母亲在座的年轻朋友是讲社青我感觉讲我真鼓励咱跟厝里的亲人的关系真要紧有真侪时阵你甲伊 touch 一下，帮伊按摩一下甲搔搔的，甲你厝里的人甲伊搔搔的，其实这个动作拢是互伊感觉真温暖真感觉真好的代志。咱毋是愈来愈大汉了，愈来愈成长，咱拢毋敢去碰触。咱细汉的时阵是咱的爸母甲咱安怎，甲咱车用大汉，甲咱抱伫胸前甲咱搔，甲咱揽。但是当咱大汉了，咱敢是嘛会当甲咱的爸母甲伊揽咧，甲伊搔搔的，甲伊掠一下，
我相信这个互动就是真好的关系。圣经内面以弗所书第6章20到第30讲，爱孝敬父母，互你得到福气，在世的时阵当会受，这是第一条大应允的诫命。兄弟姊妹，保罗伊特别强调，孝敬唔单单是一个伦理，更加讲这是一个大有应允的祝福。所以兄弟姊妹，这是需要一个属灵的教换。当咱尊敬咱的长辈，上帝就将福气安怎放伫咱的中间。所以兄弟姊妹，咱爱教导咱的子女，讲来，请你来帮我抓灵一下，好无？好，你啊好好甲伊讲，甲伊讲说多谢，多谢你。所以我的囡仔即马逐摆啊暗时的时阵，伊就讲爸爸，你还要工作吗？我说怎么了？我还没忙完呢。伊讲爸爸不要了，休息了，我来帮你按摩。好，其实伊是要听音乐，好，袂歹啊，我感觉真好。我就讲好，我马上放诶。就三个囡仔吼，即马连乔恩吼，拢4个囡仔拢打伫我后壁，打，真好。兄弟姊妹，人甲人的互动的关系，对家庭的内底就会当开始建立。第6，咱要安怎推动11奉献、月定的奉献、定额的奉献？即你会当去选一项。兄弟姊妹，哥林多后书第9章第7节讲，逐人着爱对着本心内面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上帝所喜爱的。兄弟姊妹，保罗伊甲咱讲，奉献的关键在伫甘心乐意。有真侪时阵，咱袂甘心，是因为咱的眼光所放的，是放伫咱家己本身的限制。咱无拥有这，所以我无爱，所以你的甘心，你袂甘心啊。所以兄弟姊妹，你奉献出来，往往有当时是啥？是你剩的，是你感觉讲我就有献就好啊。兄弟姊妹，迄个心已经无共啊。所以兄弟姊妹，伫钱包，你伫你的钱的顶面，你敢冒险无？你会要冒险无？咱面对物价上涨，吼。这看起来是真主观的代志哦，11奉献、月定、定额，看起来真主观。但是你敢冒险相信无？上帝手中的90%，比你紧紧的握住那100%的，更加安怎？更较有亏难。所以兄弟姊妹，你若干那要掠掉你的100%，我就是这，我就是要安尼就好。兄弟姊妹，你无法度经历上帝要安，互你的迄90%的祝福。所以兄弟姊妹，咱每一遍伫奉献的中间，牧师期待咱放伫祈祷中，咱每一笔钱的奉献，拢是出对心内甘心乐意。你嘛放伫祈祷中，甲主讲主啊，我愿意付出伫奉献的中间，会当经验到上帝你更较大的祝福。所以兄弟姊妹，第7项，牧师要邀请咱所做的一个冒险，就是咱每月做一遍的报道。这种的报道是啥物？圣经内面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讲，咱做伙来读吼，咱用华语来读来。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伊特别应允，见证的气力无在伫口才啦，乃是在伫倒位，在伫信心。所以兄弟姊妹，当咱愿意跨越出去咱生命中的迄种舒适的冒险，咱每月咱学习甲咱的身躯边的朋友、同工，也是咱要袂捌上帝的亲人，咱甲伊分享一遍上帝安怎带领你，迄种的祝福，迄种的感动，我相信迄是足奇妙的。所以有真侪时阵，我嘛咧想讲。我做牧师人，除了一礼拜中间咧准备讲道篇，当我拄到人的时阵，我要安怎做一个有见证，会当来传福音。所以咱这个礼拜六，礼拜六咱这个圣诞节，咱去传福音的时阵，每礼拜六咱门徒训练，牧师嘛邀请这同工，阮即马到11点，一个月阮会一遍。在门徒训练的同工，我就是邀请因将这更新。你有看到教会即马更新拢要无啊无？因为咱拢一个月起来2、3个月起来，拢累积足多啊，拢无人客啦。所以牧师感觉讲这真无彩。所以咱即马后壁拢有看咱教会因啊，拢有 QR code，
会当了解咱教会的代志，所以咱就邀请这同工，因做伙去分，阮就分开一户一户分，一个分的中间，牧师就兼这同工分享，伊若安怎甲咱回应，咱就安怎来处理。伫迄中间信心就会哪来哪加添，所以求上帝帮助咱经验着信心是透过上帝那个不平凡的话语，是因为上帝话语真正会带互咱快乐。第八，最后，咱每一冬，咱家庭度假一摆，检查你若是真无用、无法度，你嘛会当甲你的小组长讲，牧师嘛真鼓励咱教会，一冬咱嘛会当小组一遍的旅游，举办一个旅游，咱哪亲像一家人，全家做伙出去，规组做伙出去。圣经马可福音书第6章31节讲，伊就讲：恁来，甲我同齐暗静伫到旷野的所在去歇一下。这段圣经是啥物记载？伫啥物所在？伫耶稣伊看见门徒伫无用，连食饭拢无时间的时阵，伫5饼2鱼之前，一段话啊。这段话咧讲啥物？这段话咧讲主伊主动邀请伊这门徒。爱安怎？爱歇一下。所以牧师嘛有足侪体会，有真侪时阵我咧做工阮较少年拢足拼足冲啊！我看到有时这牧长拢甲我讲，牧师啊，我72啊呢，72啊呢，我做长了做72啊呢，咱甲70岁就爱死啊！但是咱教会要无新的一代做执事，甚至佫有新的一代来准备来做长了。所以伫教会制度的内面，牧师真鼓励，咱的同工真正嘛爱休困。因久长以来参与伫教会事奉，牧师嘛鼓励咱在座每一个青少年朋友，在座的每一个年轻的壮丁，你们要好好领受神的福音。神国度的福音恩典是够你们用的。你们认识这位上帝，上帝要大大的赐福你的生命。你在教会，你伫上帝教会，上帝要大大使用你的生命，作为一个蒙福的百姓。所以兄弟姊妹，伫咱的生命中间，耶稣等于看见这门徒无饭，连食饭的时间拢无的时阵，甲因讲：恁去休困。这是一个停止的冒险。全家会当做伙出去对咱基督徒来讲真无简单啊，因为咱礼拜日拢爱聚会啊，对吧？所以对咱基督徒来讲，礼拜日牧师真正足鼓励咱，咱真正会当举办活动，也是咱家庭的聚餐活动，拢真需要。所以兄弟姊妹，这8项的操练拢是咧行应允的道路，也就是上帝要赏赐咱应允的地的一个真要紧的观念。你是毋是看到2026年，这个西红王，西红王是啥？是你的债务，是你的啥？是你的健康。你感觉我无法度的，我还不想。但是你相信上帝已经为你预备了吗？你看见了吗？今天的圣经节在甲咱讲，上帝今仔日在甲咱讲，看，我已经将伊交互你，你要开始去得到。所以兄弟姊妹，咱唔通阁守伫这个安全港的所在，坐伫遐咧看，咱就爱行出去，做伙来享受主的恩典。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感谢你，互阮伫2026年的第一个主日，对阮逐人的生命发出一个新的出发的挑战。主啊，这8项的生命敬虔的操练，是你为阮备办信心冒险的一个地图，阮会当学习来突破。阮要恳求你赏赐，互阮有够野勇气，互阮无搁再只有徛伫远远的所在咧看，乃是勇敢为着你所为阮赏赐迄个应允的地，来勇敢来踏出去。主啊，阮要认真，阮要学习来敲找生命的真理。每一日，阮会当学习养成读经、祈祷、灵修的习惯。伫厝内，阮为着每一个会当养成每一摆家庭的关怀的关系，阮甚至彼此和睦3款待。阮把握每一摆，当阮亲人三甲做伙，
朋友三甲做伙，兄弟姊妹三甲做伙时，阮就会当分享主的疼。主啊，阮相信这些拢是真好、美好的生命见证。主啊，愿你帮助阮对今年开始，帮助阮大桥教会的信徒，阮做伙学习，来操练这8项的敬虔的操练。阮相信，阮的生命要开始通得到得地为业的信心。愿上帝你帮助阮，愿上帝你扶持阮，看顾阮，祝福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做伙享受着主你的疼。嘛感谢你带领伫阮中间的每一个新朋友，伫阮中间接触主你的真理话命的话，嘛互因会当伫阮的中间，甲阮分享，甲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分享因的生命的故事，互阮彼此相认捌，关系哪好好。阮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感恩恳求，靠耶稣的名，阿门。这是咱做伙来吟回应的诗，481首，咱做伙起立来吟，咱对基督的恩典得到合一。咱对基督的恩典得到合一，基督恩典主之合一。咱对基督的恩典得到合一，基督恩典主之合一。独一上帝，独一的主，共一个心，共一个听，对一个诚实，领受同一洗礼，咱相主主名，结连一体。咱对基督的恩典得到合一，基督恩典主之合一。咱对基督的恩典得到合一，基督恩典主之合一。独一上帝，独一的主，共一个心，共一个听，对一个诚实，领受同一洗礼，咱相主主名，结连一体。请坐，咱做伙领受共一个信仰，共一个信，咱嘛同时做伙来领受咱对主共一个听，做伙同心来做奉献。咱做伙起立，咱做伙同心来吟奉献的诗。甘心的奉献，主我愿意；乐意的奉献，主所欢喜。主听见大无比，我愿一生为你奉献一切所有，报答我主。阿门。咱做伙来做奉献宣告的祈祷。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收视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亲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性命，我确信
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怜悯赐福阮，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咱犹原徛咧，做伙来吟上游的诗，吟诗说，牧师来祝福祈祷。应当归心地上帝，应当圣洁诚实，三位一体，在地地现在地地，将来也永远地地，无中无尽，阿门，阿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感动甲引带，常常甲咱正大家三甲地地，守护互咱一群大叫教会上帝的子民。伫新的一冬，我们要靠主双手来得到气力。我毋若手气力，阮的骹嘛有气力，为主来跑走天路，心中带有平安，来得上帝早就已经为阮备办丰富的产业的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密道闭会。